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問經收答，我係 Matina。世界森林日特輯，人生就係一棵樹，咁你係扎根啦，定係隨風飄呢？扎根真理，信仰如樹，生命結果更豐盛。3月21日就係世界森林日，係聯合國話要保護森林。咁你呢，有冇保護你自己嘅人生樹呢？其實人生就好似一棵樹，你係穩穩扎根啦，定係隨風飄擺？有啲人好似參天大樹，狂風吹都吹唔喐；有啲人就好似聖誕樹，外表靚到爆，入邊呢就好假啦。有啲人就好似浮萍，冇根，風吹就唔見咗啦。做人唔係識得生長就夠，仲要識得森林生存守則，扎根穩陣，人生先至穩陣。他要像一棵樹，栽在溪水旁，按時結果子。詩篇1章3節。一棵樹最重要嘅唔係生得幾高，而係個根有幾深。人生都一樣，冇根遇到風就倒塌啦。搵樹靠死背，一緊張就唔記得晒。拍拖交甜言蜜語，一有問題就散啦。信仰靠熱情，遇到考驗即刻走。咁人生最驚係乜嘢？係你以為自己係大樹啊，結果跟錢過盆栽。真正穩陣嘅人生係扎根喺神嘅話語上面。壞嘅土結唔到好嘅果子，好樹結好果子，壞樹結壞果子。馬太福音7章17節。人生成日話要努力成長，但問題係你生長喺個咩土地上面呢？日日食垃圾嘅食物，問自己點解身體會咁差？日日睇負能量嘅新聞，跟住就問自己點解成日負面？日日同啲毒朋友 hang out，又問自己點解越來越衰？如果你有棵樹種喺個垃圾堆入邊，你覺得你可以開花結果咩？想結好嘅果子，先要揀啱土壤。親近神，親近好人，親近正能量，唔修剪點樣成長呢？凡結果子的，他就修理乾淨，使枝子結果子更多。約翰福音15章2節。大樹要長得靚，園丁都要修剪。神有時都會修剪我哋，令我哋成長。以為拍拖超甜蜜，最後發現對方係綠茶。想入嗰間公司，結果冇請到你，後尾發現係血汗工場。曾經怪責過神，點解阻止你？最後發現俾更好嘅機會你。神係修剪你，可能當時你會覺得唔舒服，但最終你會發現，原來係一個祝福。你係咩樹呢？你嘅人生係穩固扎根呢，定係風吹搖擺呢？你吸收啲咩嘅養分呢？定係你吸收啲負能量呢？你願唔願意俾神修剪你，變得更強大呢？好，挑戰你翻開詩篇1章1到3節，睇下神點樣教我哋做一棵蒙福嘅樹。世界森林日快樂！記住，生命要成長，就要好好扎根在神嘅話語上面。記得 like、subscribe 我嘅問經所答，下條片見，拜。